亞洲保險卓越傳承。亞洲保險由泰國僑領陳拔臣先生創立。陳先生喺1910年出生，自細就有生意頭腦，亦都好有責任感。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佢預示到戰後物資需求會大增，帶動地區之間嘅貿易往來。而香港身處中國南大門，往返東南亞城市便利，正好可以造就無限商機。佢嘅長子陳有慶先生1931年喺中國汕頭出世。1944年，陳拔臣先生喺泰國同其他合夥人共同創辦盤谷銀行。時至今日，盤谷銀行已經成為東南亞最大嘅銀行之一。1946年，佢獲邀投資香港汕頭商業銀行，之後銀行先後易名做香港商業銀行同亞洲商業銀行。陳拔臣先生十分重視香港市場，佢喺1954年喺香港開設盤谷銀行第一間分行，並持續投資喺唔同類型嘅業務。1947年，陳先生喺曼谷創立亞洲保險有限公司，並喺1964年易名做盤谷保險有限公司。1959年，陳先生聯同超過50個志同道合嘅新商名流，合資200萬港元喺香港創立亞洲保險有限公司。佢哋大部分祖籍廣東潮州同福建，喺東南亞擁有龐大嘅網絡聯繫，為公司日後嘅發展作出極大貢獻。陳拔臣先生擔任公司主席一職，而黃石斌先生擔任首任總經理。當時嘅股東仲包括海外信託銀行創辦人張明添先生同香港汕頭商業銀行創辦人之一馬澤文先生。亞洲保險初期嘅辦公室設喺上環文咸西街，業務集中喺火險同水險。1966年，陳有慶先生獲委任做香港商業銀行總經理。1968年，劉其哲先生被任命做亞洲保險第二任總經理。1971年，亞洲保險成為印尼嘅中亞保險嘅合作夥伴。1972年，日本東海銀行成為香港商業銀行嘅股東。同年，亞洲保險成為第一間喺香港上市嘅本地保險公司，並喺1973年成為第一間喺澳門成立代辦處嘅香港保險公司，專注辦理銀行轉介嘅客戶嘅保險需求，好似係海外信託銀行、誠興銀行同太平洋銀行。亞洲保險穩健嘅投資方針同穩固嘅合作夥伴關係，一直成為公司業務嘅發展方向。美國保險企業 Continental Corporation 成為亞洲保險嘅股東，之後易名做 CNA Financial Corporation。1979年，亞洲保險聯同印尼嘅中亞保險、泰國嘅盤谷保險同新加坡亞洲保險共同投資喺亞華保險。之後亞華保險易名做亞洲保險菲律賓，喺菲律賓提供一般保險服務。到1981年，亞洲保險擴展到台灣市場，
成為第一間喺當地設立代辦處嘅香港保險公司。1982年，陳弼臣先生嘅貢獻獲得國際認可，榮獲金融銀行雜誌所頒發嘅世界傑出銀行家獎。美國時代雜誌稱佢為泰國第一大亨。陳有慶先生獲委任做香港商業銀行董事長兼董事總經理。陳弼臣先生喺1986年榮休。陳有慶先生當選做亞洲保險主席。陳弼臣先生喺1988年離世，佢嘅傳奇由7位子女延續落去。1989年，日本千代田火災海上保險成為亞洲保險嘅股東。1990年，亞洲保險同香港商業銀行合併成立亞洲金融集團控股有限公司，至今仍然保持喺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地位。陳氏家族係主要股東。1993年，亞洲保險進入中國內地市場，成為第一間喺深圳設立代辦處嘅香港保險公司。亞洲金融為亞洲保險同亞洲商業銀行打造企業形象，喺統一嘅品牌下建立可靠同創新嘅形象，並積極支持佢哋嘅市場發展，吸引嚟自唔同地方多元化嘅客戶。1995年，亞洲保險獲標準普爾授予 A 減評級。同年，黃國豪先生獲任命做第3任行政總裁。亞洲保險同各大人壽保險公司合作，提供非壽險服務。1999年，亞洲商業銀行聯同9間本地銀行組成銀聯信託有限公司，提供強積金產品及服務。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成立初期只有3間認可嘅再保險公司，而亞洲保險係其中一間。進入千禧年代，亞洲保險繼續不斷尋求同唔同嘅行業領袖合作，提供新產品同服務，為客戶提供更全面嘅保障，包括再保險、專業責任保險、人壽保險等。除咗香港，亞洲保險亦都繼續深化同全球以及亞洲地區嘅行業精英合作。2002年，亞洲保險同中國人民保險集團合資組成中國人民保險香港有限公司。次年，亞洲保險同柬埔寨經濟和財政部以及其他金融機構合作成立柬埔寨再保險。
國人民保險邀請亞洲金融、泰國盤谷銀行同日本住友生命保險喺中國成立中國人保壽險有限公司。2007年，標準普爾將亞洲保險嘅保險公司財政實力同主體信用評級提升到 A 級，公司資本更加增加到20億港元。日本財產保險成為亞洲金融嘅股東。2016年，黃子信女士獲任命做亞洲保險第4任行政總裁，帶領公司邁向新高峰。2019年，亞洲保險聯同高瓴資本共同成立香港第一間虛擬一般保險公司安我保險，並喺2020年邀請美國 Two Sigma 成為第3位股東。陳智思先生獲委任做亞洲保險主席。日本愛和兒日生同和財產保險、泰國盤谷銀行、日本財產保險同 Claremont Capital Holdings 仍然保持其亞洲金融嘅主要股東地位。65年後，香港仍然充滿住巨大嘅潛力。而家嘅機遇雖然同我哋創辦人陳弼臣先生嘅年代有所不同，但呢座城市依舊係充滿活力嘅商業同文化樞紐。亞洲保險不斷適應迅速變化嘅世界，始終堅守核心價值同原則，持續提升產品同服務質素，為尊貴嘅客戶提供支援。踏入旅程嘅新篇章，亞洲保險將會繼續致力為社會創造更美好嘅將來。秉承前瞻性同開創性，公司將會繼續結合創新同誠信，積極打造可持續嘅未來，並衷心感謝過去一路上支持同信賴亞洲保險嘅合作夥伴、客戶同員工。